伫咧德高国小上介受欢迎的狗仔老师拉拉，伊上介重要的工课就是陪伴学生，并听因的心内话，互学生疏解压力。平常时上爱耍弹球游戏的拉拉，总是陪伴学生度过欢乐的时光。个性温顺的伊，也总是乖乖伫咧老师甲学生的身边。校方希望借由友善的拉拉老师，互学生更加了解动物的个性以及应该爱注意的事项，也是互学生上了一课重要的生命教育。好，我们是这一次的拉拉老师的签书会呢，是把我们拉拉老师在这里德高国小的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透过我们老师的一切的努力呢，把它形之于文字，把它绘本化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对于拉拉老师能够进一步了解，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阅读。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签书会呢，也让我们全校的小朋友跟老师呢，也是拉拉老师的粉丝。那也结合阅读，让我们的拉拉老师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陪伴我们的学习跟成长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也印制了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本拉拉老师的绘本，也让这个绘本呢也送给我们的小朋友，让他能够随时来跟拉拉老师来做更进一步的认识呢。那我们也把拉拉老师这样一个流浪动物的一个生命的精彩，然后跟我们的小朋友来做一个互动跟影响。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进一步的珍惜生命、爱护生命，这是我们拉拉老师在整个生命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拉拉老师古锥的模样，不只是学生喜爱，就连老师也真受吸引。这届德高国小帮拉拉老师出的绘本书，全校的老师、学生拢会有一本会当留做纪念。拉拉老师也印象刻印，希望带给大家一份值得回忆的美好纪念品。单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。